大家好。上條片呢就話快閃3日中山，咁住邊一間酒店呢？第一晚呢就住麗峰，第二晚就住全季。麗峰呢就以前住過利和店噶啦，出過片噶啦。咁喺剪片呢一刻呢，我都撳一撳入去微信呢，就入去麗峰利和店截個平日最平嘅價錢俾大家參考一下。至於如果想問我點樣訂酒店呢，就可以睇翻我對上2條片。澳門5日4晚坑加油嗰條片呢，我就有講點樣訂酒店噶。咁今次呢，就住石岐大信新都會中山北站店嘅麗峰。咁如果坐大巴喺博覽中心落車嘅話，由博覽中心 call 車去酒店呢，車費大約係18至20蚊到。咁上一條片呢，我就先喺博覽中心坐車去春華園飲茶，就13蚊車費。咁飲完茶之後，再由春華園去酒店呢，就14蚊車費。咁個距離呢，就唔遠嘅，好方便。麗峰酒店石岐大信新都會中山北站店呢，就位於中盛大街3號。咁而家就俾埋地址大家。咁網約車呢，就停喺中盛街嘅路口。咁望過對面呢，就係香山口腔醫院。咁落車呢，就已經望到麗峰酒店噶啦。麗峰酒店以自然自在薰衣草香薰營造出輕鬆舒適隨心嘅住宿環境。呢一間麗峰嘅優勢呢，就係行幾分鐘呢，就成條美食街。咁有啲咩必食餐廳呢？我一陣會一一為大家介紹嘅。我之前呢都選擇過麗峰同埋全季，咁我自己付款嘅。咁今次呢就好開心得到麗峰酒店同埋全季酒店嘅邀請。咁而家嚟到酒店呢，經理首先呢就帶我去影下啲房俾大家睇。啱啱影嗰2間呢，就係16平方米、1.8米大床嘅雅致大床房。咁我剪片呢一刻呢，就喺微信嘅同程呢，就截咗平日嘅價錢俾大家參考下。咁唔同日子唔同價錢呢，就以平台上嘅價為準。咁係人民幣嚟嘅，同埋未計稅項嘅價格。咁相信訂過酒店嘅朋友都會知噶啦。咁我只係喺網上呢，就截個標價俾大家睇睇。咁之前我點解會選擇麗峰同全季呢？咁你睇下個價錢係咪好相就啊，好相宜啊？而家影呢一間呢，就豪華大床房，房嘅面積呢，就25平方米，1.8米大床，222蚊。雙床呢，房嘅面積呢，就係26平方米，1.35床2張，208蚊。呢間呢，就商務雙床房，面積係25平方米，床呢都係1.35米嘅。咁比起1.2米嘅床呢，就更加舒服啊。咁就233蚊。咁而家呢，返到我自己房間呢，就可以影得詳細啲。咁窗簾呢，就電動嘅。我哋住呢間房呢，就豪華雙床房。影下啲用品設備啦。咁大中小毛巾、牙膏、牙刷、洗手液。咁一次性拖鞋、雪櫃。咁配咗6瓶水、水杯、水煲。咁一般正常用品呢，都齊備嘅。而家去開門先，機械人呢就幫我哋送糖水上嚟。每日4點鐘呢就有糖水，每日都係唔同款嘅。咁可以要求送上房或者來大堂攞都得。咁呢一日呢就食番薯糖水。咁其他嘅設施就健身室啦，同埋洗衣房。之後呢就準備出去周圍行下，同埋食晚飯。酒店嘅正對面呢，就有間叫做豐源軒嘅中山菜茶樓。咁呢度周圍嘅環境望下有啲乜嘢先。咁行出去街口咧，行過對面，即係過咗呢條大嘅馬路叫蓮塘北路啊。對面呢就有棋牌店。咁嚟講翻豐源軒啦，豐源軒個正門呢，就喺轉個彎呢，隔離街康華路嗰度嘅。咁呢條康華路呢，就好多食肆嘅。咁當我哋咧企喺豐源軒門口，你就乜都睇下嘅時候咧，就正有一對香港夫婦咧，就同我哋講咧，好唔錯噶，豐源軒都上去啦咁。我哋周圍望啦，咁佢就同我哋講呢間阿峰燒雞啊，隻燒雞都好食噶。咁原來係一 pair 長期住中山嘅香港夫婦嚟嘅。
咁我哋冇食呢兩間呢，都講下啲評語俾大家聽下啦。咁我哋心目中呢，就係已經有咗一個目標嘅，就係想去試呢一間金山記。咁呢一餐呢，就另一條片同大家分享啦。先嚟睇咗大家想知道嘅康華路有咩食肆先。金山記由酒店行過去呢，大概15分鐘，800米左右。金山記嘅對面呢，就係乳鴿村。哇！呢一間係好多人啊。咁影下啲價錢俾大家望望先。土福寧湯鴿啊，99蚊3隻；香茅炒鴿呢，就128蚊4隻。茶位費、開爐費、蔬菜、蘸料、飯麵就全部免費任食嘅。係一間半自助餐廳。我影埋個餐牌俾大家望下。由康華路行過對面馬路就行返轉頭呢，第一間會見到嘅就新城海港大酒樓。呢一間飲過茶剪過片嘅，係本地人推介嘅老牌酒樓，食物係唔錯㗎。不過唔知係唔喺商場入邊呢，唔受管制嘅原因係咪呢？可以食煙嘅。如果怕煙味嘅朋友你就唔係咁啱啊。我去過一次呢就夠啦。再跟住另外一間就鴿寮軒，又係老字號，食過一次但係就冇片。我喺中山工作過5年啊，曾經期間食過啦。嗰時被拍 YouTube， 所以就冇片。推介嘅呢，我最記得印象嘅就係個鹽焗鴿啊，就好正嘅。去呢間酒樓嘅口碑都唔錯嘅。影埋個電話俾大家。每間食肆呢，我都放咗地址噶啦，到樓房啦。呢一間都係中山本地人認可嘅老字號，係引領蒸汽海鮮火鍋嘅潮流。呢一間呢，我就冇食過。行下就想歇下腳。師公想食雪糕，坐低呢個幾正啊，唔錯㗎。之後再行下呢，就去到石岐路。呢一間呢，就應該係做遊客生意嘅，本地人呢，就應該唔係咁推介嘅。我食過一次啊，我得過喺中山5年咁耐呢，都算地有少少中山人啦。我都唔推介嘅。喺石岐路嘅旁邊呢，就有間叫德祿興手作糖水店，有埋傳統燉品嘅，都幾大間下。一望呢，都感覺到係做靚嘢嘅，走高檔啲嘅路線嘅。如果第日有機會再經過呢一頭嘅，可以試下嘅。跟住又見到一間叫省港奇冰，呢個冰啊，我就以為有冰食，雖然我就已經食糖水啊，唔食啦。原來呢係中山土特產店嚟嘅，真係奇冰啊！除咗行呢一條好多食肆嘅康華路之外呢，就仲可以行附近嘅大信新都會商場，由麗峰酒店步行5分鐘呢就可以到噶啦。由東北門入口呢，就係最近嘅。到夜晚黑呢，返到酒店沖涼啦。喺度話呢，麗峰酒店最唔好嘅一樣嘢呢，就係冇地方掛毛巾，又冇地方擠衫。望嚟望去，原來喺呢度有機關嘅，開咗去，咁就解決我嘅難題啦。仲有音樂背景啦，一路沖涼都可以聽下音樂㗎。不過呢，撳完一首呢就會停咗，又要開第二首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聽下啲悠揚嘅音樂呢，都係好舒服嘅。仲有呢，就係洗完頭要用嘅風筒啦，同埋呢一塊鏡呢，我不嬲都未用過，唔識用呢塊鏡啊，有咩用㗎呢塊鏡？第二朝早起身呢，先得閒望下樓下有啲乜嘢，仲未開門嘅。佢樓下都幾多嘢㗎，有養生館、美容，有便利店。再望過去呢，就有足浴。影到我手機都冇電啦，要去食早餐喎。早餐呢就免費嘅，房價包埋，餐廳環境舒適乾淨為主，種類呢就有少少點心，6、7個熱葷，包括有青菜、炒粉、炒麵、番薯、粟米、烚蛋等啦。粥呢就有一個有味粥，一個白粥，炸物啦，有啲包括有油條，幾種玉米片，有啲蛋糕仔、豆腐花、豆漿。其他嘅飲品呢就有咖啡、花茶、橙汁、牛奶。最後呢就有個淥麵區，有6種麵供選擇。好啦，麗峰酒店呢就睇到呢度呢，我都介紹完噶啦。
我以前都住過2次，覺得個性價比都相當之高。咁我順手咧同個職員攞咗個 QR code，咁我將個 QR code 咧就放埋落嚟呢條片，可以直接聯絡酒店訂房都得嘅。好快就去到第2間酒店，荃貴酒店。今次住呢一間呢係市核心商圈利和廣場店。每間荃貴嘅酒店大堂呢都有一棵迎客松，設計靈感源自黃山迎客松，象徵熱情好客。樹嘅形狀呢就表示一隻手呢就指向前台或者係電梯，表示對賓客嘅敬意同埋招待。迎客松之外呢就有迎客茶。新開 5.0 版本嘅荃貴酒店呢就融入咗茶文化嘅元素，喺前台呢就煲咗老白茶同埋紅茶嚟到招待客人，可以讓客人喺呢一個雅致安靜嘅環境放鬆一下旅途中嘅步伐。呢度嘅機械人都幾繁忙㗎，我喺大堂同個酒店主管傾咗陣呢，機械人都喺度跑上跑落。咁呢度有2部智能機，內地旅客入住呢，基本上就唔需要去前台 check in 嘅啦，佢哋持內地身份證呢，就可以埋去架機嗰度呢，就自己搞掂嘅啦。呢度嘅機械人呢，就有2部，一次呢就可以送到2間房嘅。喺智能機嘅後邊呢，就有個陳列架，咁我買睇睇呢，咁原來係一系列嘅個人用品，係以天然植物提取精華嘅健康產品嚟嘅。咁啊，包括我哋房間用嘅牙刷、拖鞋，都係用大麥嘅菌嚟做嘅。呢一組沐浴液、洗髮液、洗手液呢，就有旅行裝嘅。咁呢一套呢係房間用嘅茶具，咁呢度都有得賣嘅。咁我點知係房間嘅茶具呢？咁之前呢，我係有住過荃貴嘅。咁係有網友留言推介我住荃貴，咁佢話佢住過非常之唔錯，咁話咁啊，因為太多片啦，咁我所以就冇剪到呢一條片。咁啊，到呢個呢，就係睡眠香薰噴霧同埋禪茶香包，咁呢一啲產品呢，都全部係由茶提取而成嘅。跟住睇到大堂個房價顯示牌啦，都訂得幾滿座嘅喎。咁我喺剪片呢一刻呢，我都喺微信嘅同情呢就截咗啲房價嘅，係會平啲，但係呢就未計稅。咁我諗計埋稅項呢，應該係差唔多啩個價錢。咁我一陣呢都會喺片尾呢就放埋俾大家參考嘅。咁呢一個價呢就未包早餐嘅，早餐呢就另外40蚊一位。跟住呢就會去睇下其他嘅設施，有健跑室。我突然間唔舒服啦，我想跑啦，我停佢啦，就撳低佢。我一拍翻落嚟，佢自動停機嘅。但係會唔會停得好急跌低嘅？慢慢停翻。慢慢停嘅，係，因為好多人佢撳呢個唔夠時間嘛，講我唔舒服忍受啦，所以我即刻拍翻落嚟，佢停翻落嚟啦，我推翻上去，佢等陣咧就恢復正常噶啦。係，跟住咧就去洗衣房睇睇。服務員呢就會將洗好嘅衫呢就轉去乾衣機，乾好之後呢就會送返去房間。客人放咗啲衫落去洗衣機之後呢，就掃描返放衫嗰格機嘅2維碼呢，就會喺客人嘅手機嗰度通知客人，話啲衫嘅流程同埋時間俾客人知道。咁另外咧，呢個就係燙衫板，咁就配備咗安全嘅隔熱手套。地庫放埋一齊洗 BB 嘅衫啊，所以佢呢度配咗個洗衫液咯。哦，呢啲就手洗，手洗 BB 嘅，自己洗。呢個消毒液，再嚟你又消毒啦。呢個係洗底衫底褲咯。呢個係儲罐噶咯。咁啊嚟到個出租茶室，咁啊可以供高私隱嘅聚會、朋友聚會同埋商務聚會等。跟住酒店主管呢就示範下房間嘅智能設備。Hello， 華柱，開空調。它叫什麼名字？它叫華柱。華柱，不是小度小度。對，它叫華柱，我們也是華柱旗下的，所以它叫華柱。華住集團旗下嘅品牌，咁啊智能管家嘅名字呢都叫做華住。Hello， 華柱，關閉窗簾。好。Hello， 華柱。Hello， 華柱。打開窗簾。
水杯、水煲，咁啊配咗4瓶水。咁呢一間呢就豪華大床房嚟嘅，價錢唔連早餐。係啊，頭先我影顯示版嗰啲價錢呢，就係會貴少少嘅，因為當日我去嘅時候呢，都仲係年初8嚟嘅。咁而家平日嘅價錢大約呢就係350蚊到。咁而家呢，我就截埋啲圖啊，就俾大家睇埋啦。咁截圖呢，就想俾大家多啲嘅資料作為參考，大約價錢唔同日子呢就唔同價格。咁希望大家為我嘅仔細同努力呢就點個讚。咁我又撳下包早餐嘅價格啦。咁啊相差60蚊呢就包咗2位嘅早餐。咁啊要提大家多一次呢，就係呢一個價錢係未計稅項嘅，我只係喺網上邊截圖俾大家睇嘅啫。咁啊唔好到時咧就話，哎呀都唔係你講個價嘅咁，因為仲要計稅項嘅。咁嚟睇埋房間其他嘅設備先。咁啊羽絨枕，咁如果要求蕎麥枕嘅話咧，酒店都有供應嘅。咁如果有帶 BB 咧，就有 BB 護攬啦。咁啊書籍同埋書籤就為文化人而設嘅。如果喺我眼中咧就冇書，咁啊所以都影漏咗書，咁啊淨係影書籤。咁啊每日都會擺放唔同嘅書籤，咁仲有咧就雪櫃啊、風筒啊、拖鞋呢啲，一般房間嘅設備都係齊嘅。到早餐啦，就以天然自然嘅味道、時節嘅滋養、城市嘅餐食特色，例如中山呢就有中山地方嘅食物特色。全季酒店早餐嘅重點呢就粥呢就用五常大米，豆漿呢就用東北嘅豆嚟煮嘅，同埋佢哋嘅紅茶葉蛋。咁啊，再影下個早餐俾大家睇睇。咁呢度呢有個全季餅鋪啊，咁有酥皮燒餅同埋薑餅，跟住呢就有個綠粉麵區。咁呢度呢就自己配搭嘅食物之中呢就有茶葉蛋啦，跟住係有幾籠嘅包點。咁就有啲炒粉、炒麵，幾個熱葷，粥就同一啲雜餸，水果就沙律菜，同埋有啲小糕點。咁就有咖啡機同埋幾款飲品，雪櫃裏邊呢就有酸奶。呢一間全季酒店地理位置優越，利和廣場應該呢就好多港人都認識噶啦。由酒店步行5至8分鐘咧就可以到達，咁啊周邊嘅餐飲、購物、娛樂配套都齊全嘅。全季酒店作為華住集團旗下中檔品牌嘅酒店，適合注重舒適度、便利性同埋服務品質嘅住客。最後俾埋電話號碼同微信訂房，咁啊喜歡嘅話祝享受你嘅旅途，拜拜，下條片見。